Hello，你好，我係 Ernest。今日恒生指數收報19,441點嘅，升咗416點啦。國企指數收報9,574，亦都升咗238點嘅。今日個成交終於都突破翻500億，有508億嘅。一個星期嚟講咧，咁就恒指升多過國企，恒生指數升咗2.35%，咁而國企只係升得0.74%。咁我諗最重要嚟講，今個星期都係因為國企指數幾受大陸嗰邊嗰個嘅表現影響啦嚇。無論如何，滬深300指數咧今日都有升嘅，收報2461，升咗1.48%。而上證指數上翻2200點，收報2225，升咗1.34%嘅。不過整體嚟講都頭先講過啦，國內今個星期表現幾差嘅，滬深300同埋上證都係要跌，滬深300跌2%，而上證指數跌1.57%嘅嚇。其實都有少少今個星期都幾戲劇性嘅嚇。點解咁講咧？其實因為你記得到啦，國務院公布咗一啲支持翻呢個即係中港啦嚇，叫做緊密嗰個合作啦。當然大家都估到呢一個港股會受惠。所以琴日你記得到咧，其實本地嘅市裏邊嚟講咧，又加上呢個期指結算啦，其實朝頭早都做得幾唔錯，去到呢個19,300添㗎嚇。但係咧，尋日其實你記得到去到啲位咧都有少拉鋸，甚至乎咧臨尾市收咧就僅收於19,000樓上嘅。有一個大陰燭做咗出嚟啦。但係點知意料之外咧，尋晚歐洲嗰邊嚟講咧，個歐債問題好似有啲進展。但係其實仲未開完會嘅，因為今晚仲有會開嚇。變咗美股尋晚咧嗰個嘅沽壓咧，由原本跌過150點咧就收窄翻啦嚇。所以咧今日你記得到咧嗰個嘅港股嚟講咧都做翻好喎，甚至乎咧喺10點即係49分嘅時候咧，你見嗰個市咧一下就飆咗上去，升成470點。都升得幾多嚇？你問即係有啲咩原因咧？其實就都講咗意料之外啦。但係始終嚟講，今日係即係6月裏邊嚟講最尾一個交易日啦。我相信都有少少呢個基金粉飾倉儲嗰個效應嘅嚇。至於譬如今日即係升得最多藍籌股就金沙中國啦嚇。其實你記得到過去呢個星期都表現都唔係好好嘅啫。所以今日都升翻多少少。報24個半，升咗成5.6%嘅。至於一啲重磅港股啦嚇，將個指數推高嘅最重要，你記得到都係中移動啦嚇。939啦嚇，匯豐同埋呢啲和黃咧，全面都幾即係升幅都幾全面嘅。尤其是內銀板塊啦，今日都升得幾唔錯嘅。至於譬如另外一個板塊就係保險股啦嚇，其實國內今日裏邊嚟講咧表現得幾突出嘅，譬如中國太保呢啲啦，或者譬如新華保險國壽平保，全部喺國內咧都基本上嚟講升咗3至5%咁多㗎嚇。所以你記得到今日國壽譬如喺香港收咧都有19個9.6。接近20蚊嘅嚇，升咗成3.3%。展望翻下個星期，因為就今日仲有會開啦嚇，大家睇翻嗰個歐盟嗰個高峰會議之後嗰個結果啦。而因為嗰個港股嚟講，下個星期一咧就放假嘅，睇翻呢個週末裏邊嚟講，國內會唔會有啲咩利好嘅消息帶動翻港股？睇下會唔會 keep 翻到呢個水位啦嚇。